继续来看财政收支违分法的争议。国民党甲民众党伫定数委员会封杀掉行政院提出的财违法的草案。民进党团来呛声，讲要提出着公投，要透过公投白大选全面来迎战。早起，民进党伫个台南、高雄甲屏东的立委联手来炮轰着郭志温甲谢龙介，讲因配合着党团封杀着法案，影响南部财源的分配。即摆高雄、屏东、台南拢总甲变啊！因为财违法呛声讲要改变南高屏的政治版图，是讲国民党立委谢龙介炮火煞烫过边。哪有立法院定一个法，逼行政院要违法来执行？所以如果照蓝白的那个版本，行政院就一定要违反预算法。在记者会议室，就南部民进党的立委批评在野定名封杀行政院版的财违法，谢龙介不服拿赢修法，严重险险砍过林俊宪的发言，是讲两个人进前。先问看我要财法话要安怎面对的，理性讨论。讲好理性沟通，随反正立法院停事委员会昨和在野定名联手表决，暂缓行政院版的财违法的立案。国民党批评行政院讲，对地方的补助达到1兆2000亿，也不是看得到吃袂到。如果金额没有出来的话，开什么记者会啊？我们没有反对，我们只是希望行政院能够开诚布公，把各县市的试算表全部弄出来。至于无具体数字，秘书是黑箱，和民进党正不满，因为无法度伫拜五议会交付委员会审查，所以讲民进党团放调讲要透过公投白大选全面迎战。我们支持公民用公投来表达对现在蓝白掌握国会多数，对于他们的爆冲，我们要发挥一个公民制衡的力量。行政院长杜英台嘛表态，除了财违法的争议以外，总预算案到目前为止要卡伫立法院，一直都无心意，恐惊会去牵着明年度的政策目标。财划法，我们是无法来调整任何中央政府总预算。那万一中央政府总预算没有被审议、没有被通过呢？那我们明年所事情，这2个金字塔将没有办法执行。敢会当进入审查，也未确定，免话建立共识，调也继续伫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